台语真连长，愈讲愈连长。大家好，贵边。大家好，我是文酸。这个月10月底，佫有一部新的历史电影要上戏院。看到迄预告片我看到的时候感觉，这我一定爱去戏院内底看，因为迄种冲击真正出大的。伊叫做《罗马狗15号》。而且重点是听讲这出电影要筹备其实是真无简单，就要透过迄募款平台，靠大家力量做回来捡钱。我感觉大家加减拢有听过《罗马狗15号》这部电影，也是伊原型的故事。伊是咧讲1950年代的迄个时阵，有足侪女性政治犯，伊关伫绿岛内底的故事。是安怎叫做罗马狗15号？因为绿岛东北边都有一个溪流，听讲伊遐过去就是出产迄个罗马，所以伊的迄个所在就叫做罗马狗。15号呢，就是伊迄个政治犯伊的户籍地。而且这个政治犯啊，或者是思想犯啊，伊毋若户籍互简单记做罗马狗15号，参伊的名姓啊，拢变做一字一字的假想编号。像这个故事的原型啊，拢记伫罗马狗15号。绿岛女性分队和其他，这是历史工作者周金莹，伊是开10外档甚至是开到20几档的时间。伊伫绿岛佮有台湾往来，才整理出来的口述历史。像这幼路的历史啊，要改编做电影，其实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因为根据国家人权博物馆啊，因的统计资料都有介绍到，自1951年开始，台湾大部分的政治犯拢是互政府送去绿岛的新生奋斗处，而且自迄当时开始啊，封关伫内底的政治犯。因上济都有达到2000多人。听讲这个政治犯伊主要分做3个大队，一个大队内底佫有4个中队。讲较有的就是讲有12个中队伫内底。一个中队内底佫有120个到160个人。伊迄女性的政治犯主要拢是伫个第6中队。你想看觅伊是为女性政治犯内底的故事，一个去甲故事甲写出来，慢慢去吹，爱甲翕做电影。而且其实因为每一段故事啊，拢是这个政治犯因真正有经历过的人生。搁再讲即摆罗马狗15号啊，因是选择用女性受难者的角度来将白色恐怖时期台湾人互关伫绿岛监狱的历史来改编做即个电影。有的女性啊，可能都是伫迄个时阵，也是一个真少岁的学生囡仔，或者是讲有一寡女性因可能都是一个单纯咧顾家庭的负责人，而且搁有一寡人可能都是伫学校咧教册。毋过说无代无志，就互军警怀疑讲因是社会运动的人士。另外有的知识分子啊，因可能就是真正希望会当透过知识佮有良心来改变台湾人互腐败的外邦政治来统治这个命运。毋过伫这个理想还未实现进前，就互军警抓起来，而且佮用禁声。所以伫这出电影内底伊故事安排3个女性，一个就是 Kyoko， 一个是健上，另外一个就是单平。伊原底拢家己有家己的人生，有家己本地爱过的日子。迄个时阵伊煞因为一寡原因，互掠去迄个绿岛监狱内底。也毋过因其实因伫监狱内底因是互相扶持，因就是望因家己有一天会当出监，会当继续过着家己的人生，带着因的厝邻的人做伙过着平安的日子。坦白来讲啦，伫白色恐怖时期啊，监狱内底互关起来，其实毋是咱所想的安尼，敢若互限制自由尔。包括讲，大家都爱定时去上一寡政治思想的课程，搁爱家己担水、家己担屎。除了逐工做固定的事工以外，若毋是为着接待外宾来搬戏做表演，是袂当凊彩出外甲外人接触。搁有愈惨的你若当作迄管理者伊想要建功迄个政治犯就会互苦毒，扩大成交。有当时遐个政治犯就互刁难用各所在粗残的方法虽然讲有的政治犯伊就是委曲求全，无就是为着伊的理想伫内底嘛是无咧屈服，因拢是为着要对抗即个强权，无想要为外来政权屈服的迄种个性。我感觉这拢是咱台湾人无应该受到的对待，所以过去迄段历史应该是讲，咱大家爱去珍惜迄段历史。虽然讲过去历史的命运啊，是咱无法度去改变的，不过其实咱会当将这个历史继续流传落。而且像这个电影《罗马狗15号》，伊的出品人姚文智先生，伊就捌伫媒体放映会讲过，这出电影的英文名是《Untold History》，目的就是要纪念真罕得互台湾的社会讨论着女性受难者的这段历史。伊就希望会当透过这个
故事，将3位女主角的处境，互搁较侪人会当了解，伫迄个时代，搁有包括讲伫即个时代真骨力生存落的女性。所以《罗马95号》吼，伊毋单是一部艺术性的电影，是，伊嘛是一个有政治理念的电影。伫台湾吼，咱要产生一部迄种有转型正义的电影吼，实在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所以吼，伫个月底的时阵吼，伊就会就戏院内底放送互大家看，大家有时间就当去戏院内底支持一下，看一个以早台湾有一群女性，伊以早伫绿岛的家甲内底，因为着因的理念奋斗落去的故事，是安怎因的故事达到咱去甲记掉的？这个电影内底吼，拢有讲互大家听，所以大家吼爱去甲支持一下。对，一定爱入去戏院支持一下。是，后回这时间继续看，第一集连到，拜拜。